收看《后上太上宫》，有花太大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忠哥，又到了你老后上人大追股的时间了。根据行政院最新的公布显示，因为台湾的芯片平等的排名到世界上是第9名，全亚洲是第1名。不过咧，看起当中的动向强弱，不过在因的生活当中，还有职场上，还是有很多芯片无平等的事情哦。你今日也要讲到6个后上人老大家共下来讨论一下，到因的生活韩国啥地方，到底哪条事情为芯片无平等咯？众上欢迎。主持人老太家交给是志怡。大家好，我是家上本人认为当软弱的志怡。看起来最近有条按那个芯片的刻板的印象。算嘞，等下上来看，有几样哦？係幾樣？係平庸啊！哦，係3層肉。三層肉嘅經驗冇愛。好，第一隻老太家交給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啲條路蛋糕加上讀到衝南強五嘅李家哥哥。那種事情當場當接上談過，嚇，不過等下老太家分享乜解冇平等嘅事情。第三個老太家交給係嘉怡。大家好，我係接本年師多嚟雇傭嘅嘅嘉怡，不過我唔係按樣嘅名啦。嘛該寫都做得嚟雇就像嗰種太小資啊、太前勁啊，很幾做些哦，拜託我唔愛啦，讓我聽書好冇？冇辦法面試。講自語嗎？我冇講，你講啊，我未來講啊，嗬。第四個老家手嘅係何先。大家好，我係老李家冇強用，我係做跳流嘅時間師兄督導，從5強難嘅後先。哦，做乜嘅接觸學安樣從5強啱咯，嗬，等下來老大家分享嗬。第5隻老家手嘅係飛機。大家好，我係飛機，我係要經過從南強五嘅師台。老自家嘅眼水講出來。飛機嚟啊！飛機你好。對面老家手嘅係白劍啊。Hello， 大家好，我係我老學生啊，差唔多感同身受吼。哎呦，主持發動嘅時候，是從本社會辭掉嘅白強，辭掉，客家講鬼你係冇，客家講係辭掉吼。咁家要講到安尼咯，呢個社會當中，雖然講台灣嘅性別平等喺度，全世界係第9名，全亞洲係第1名，第2名係南韓，甚至安尼嘅新加坡第4名、第3名，會唔會還有爭喺日本呢啲國家？就數目是看起來冇乜嘅冇平等嘅事情啊，唔過到安尼嘅成法教育當中，會從家長會談到乜嘅西蘭人啊，愛搞乜嘅機器人，什麼人家你就搞乜嘅兒童嘅芭比娃娃，西蘭人家你做唔得叫，什麼人家啊冇辦法冇關係。冇唔係，因為好朋友對啊，呢種事情家長談到性別的刻板印象，不過呢下成問題之間講，你到呢個生活當中，咁要度過呢個性別冇平等嘅事情，度到呢種事情，用辦法來解決自己。其實像我哈是有主動，因為我嘅用誒，我就親愛嘛，就講說一般人就講哦，什麼人愛嘅、短嘅，還有我嘅上面短嘅幾多公分哎喲，我嘅上腰下腰，嗰個大家人都會認為個，我嘅形象老記得認為嘅什麼人應該嘅形象係動槍嘅，嗰個就哈是有主動用性別冇平等嘅對待，唔過我感覺咧係一個問題，像有啲時間可能有啲體力愛做嘅事情啊，愛辦東西呀，買個我就看到哦，太棒嘅東西，我們去天數嘛，我就是搬起來，然後搬起來後就應該，自己做得冇做得沒？我就講我做得，哎呦，佢講唔係講你，係講啲東西幫你打壞嘅。哦，因為東西太貴。冇錯，唔係你的問題啊，千萬你不要把這個責任擔在自己上，絕對不是你的問題。反正我就會證明，我做得，我就會證明本記得有看。冇錯，唔係你的問題，係東西的問題，馬基。好啦，馬基。假如嚟嘅成法行有度過安尼芯片冇平等嘅事情嘛？我咩老自強弱，看起來嬌兮兮嘅，不過唔曉，係很忙做，就會本年師多唔做唔多。有一擺公司愛太平所有動到嘅做愛辦，就冇人很難聽數，看到我，對，做唔得，佢做唔得。大家就說，
什麼人家還係冇喺唔好咧？你講咧，你等下好像老講講嘅，就睇數機會啊。講啦，從花瓶強啦。你下有一隻客國嘅開嘅外板，我擦鐵裝做對板，我就拿天磚貼上去天數擦，哇銅鑼絲一粒擦鐵，大家都看到不懂哎，全部拍照。哎呦，客家神秘女超人，還買給中的用去搶你來聽書啊。走數工馬上其實兩下青島嘅怎樣行，唔會看到青島嘅西來嘅老師哋冇，其實佢做嘅怎樣嘅頭擺，你印象當中傳統嘅嗰種模樣，就會俾大家看到，其實你什麼人家唔單想做到，你平常時大家都做得到，是還有眾多係，你因為講。什麼人家其實做唔到嘅事情，其實家己就真正有做到嘅。好似當日嘅生活當中有度過乜嘅冇平等嘅性別冇平等嘅事情嗎？我有一件印象當深嘅事情，我哋個小三4年嘅時間，我係學到踢腳球腿嘅腿煙。啊，嗰時候我哋教練啊。因為我寫時間哦，我訓練全部寫嘛。我說我講話啊，同做什麼按寫來個，遇到同學嘅時候，我講我係娘腔啊。嗰時哦，我啲學校教練啊，其實買一隻大家自家一殺又一隻 Q， 因為係分篇嘛，是啲 Q 當個寫死，結果我係 Q 當個是寫娘腔。該時那看到，怎麼把實話講出來？哎呀，怎麼得啦？你出去，你出去，那臉係咪係該師好麼？跳高對。但是可能係當阿諗講你做唔得做嘛，因為佢係教練啊。係啊，但是伊啊喊出嘅教書嘛。啱啲咧，梗係冇背長來嘅，冇都有生態啦，係，佢經驗都唔好啊。但是我係想辦法攞個當個係是熱鐵啦。是做咧安用英你真好像拍電影哦。有啲老太太講，其實呢一種做法已經違反我們嘅性別平等嘅教育法。佢說安尼拄到咱性別時間吼，咱呢度學校梯度哦，都有安種嘅校園嘅性別暴力和性別平等的防治的小組，都得到大家來分享一下。假使拄到咱情況嘅時間，假使我抗議讓你停學，幾時做得？然後我抗議冇反駁讓你停學嘅時間，讓學校那個小組嘅報告就做得得到比較好的那個回饋啦。咁個家講到係生活行，一係講到咧職場行，到走條路嘅時間，咩係拄到呢種性別冇平等嘅事情係冇理解。冇唔錯，就從走條路嘅時間，我讀到啲主管，佢非常好寫來同事，非常中意。佢本身係寫來也係寫冇嘅。佢係寫冇嘅，係唔過啊，佢就同中意寫來同事，因為有一班吼，佢就出去了，去日本了啊，就帶動到電腦嘅專欄嘛，睇下聽錯有識嘅東西嘛，唔過啊，佢搶合你來識，其他嘅寫冇嘅完全都冇。係啊，但就想講做乜嘅愛用這種題目。叫你識嘅就寫來挑夫啦。唔係知道呢，因為嗰時就吼，我做用位電題目，因為嗰時嘅門啊係玻璃嘅，咁所以人都看得到，你唔會到底做乜嘅事。哦，看到冇識挑夫，係冇識挑夫啦。我講啊，有識電路。我一寫冇嘅主管吼，佢就老一寫來，哦，有講有笑，哎，我就知道，哇，真的是性別很不平等。因為佢講演繹落來就比佢較講咧。我唔知啦，唔過我其實算係懂怪哦，因為我都有問佢講，主管啊，我聽數冇啊，佢就講啊，唔是，你去順豐處做聽數吧，聽數嘅業務噶，聽數做乜嘅事情啊，業務按用啦，佢就講啊，唔是聽數，你做其他事情都好。我白聽聽數就好哎喲。係冇唔錯，唔過啊，最重要嘅呢就係，佢就會老佢嘅同事講，真嘅唔知啊，下細妹同事啲想乜嘅事情，其實細妹用英文呢都冇做事情啊，不照鏡子哦。但真嘅唔知佢啲想乜嘅，反正就會懂冇差人細妹啊。我就想，你咩細妹啊？做乜嘅欺負人哋細嘅細妹？係啊，係啊。細妹應該好苦為難，細妹應該係冇人要按種感覺。咁我剛才講到咧，就是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可能是因為有啲係性別刻板印象，係佢設計偏好，對嚇。我係重要寫來，故說我對寫來好睇寫心，你按樣感覺。不過咧，職場行到辦公室會拄到按樣嘅情形，到主持嘅時間，彈講白欠咪拄到按樣性別冇平等。講到主持嘅時間咯，我心度吼是一把火，變臉，一把火。真經我講起咯，因為有啲吼，主持嘅時間吼，客戶會只聽講哦，你一廠主持嚟講，只聽我寫埋來主持，結果咧。
好不容易哦，等到谁来来主持嘅法通哦，佢喊做啲变完咗谁来来主持，係換嘅，誰來嘅主持佢做啲換誰來來主持，不過誰來嘅主持係誰來來主持，我感覺正經都唔公平咧，喊住。大家假使要到外邊主持個尾牙嘅時間，誰會做啲拿到公報呢？你還從來冇拿過。你嗎？你們真的有拿過嗎？我冇啊。那可能長相問題。因為係因為大部分嘅挑價獎係誰來嘅，所以佢哋對誰會要顯示很好多，所以對誰來你主持人你強用啊！拜拜阿勇，紅白計係見阿勇。我而家嘅衫褲做得隻機。真嘅。我咩都係這樣，就加做什麼就好啊。未做得咯。係啊。我硬係知道做唔得坤啊。我本身做過人啲做啲群眾我剛剛做的，因為叫做呀，係冇？高低兄弟都有空啊。我穿女裝長得像嘉怡嘞。你這樣是在侮辱嘉怡。嘉怡咪係冇眼嘅，啊自己堂紅咧，佢對主持沒有其他意見。我聽做什麼嘅講法誒？因為像人家講到主持就本來想到，為嘛個什麼人就是一定會做到個橋會非常嘅狠過來，佢就哎呦，從車站為嘛個一天哎呦。我老應講，係真會有正經有繞到吼，什麼正經都好嘅甩來甩去。掌握安用聽好嗎？性別的歧視係嘛？你講挑那麼動槍啊，甩來甩去啊。好啦。好嘞。唔講我設計係冇愛用啦，唔講我提腦杯主持，唔係主持去做些嘅事，可能有啲會破片啊，破乜嘅東西啊，有啲會人哋嘅劇組。全部啲位都係團體，全部都係寫嚟嘅工作人員，跟全部都寫嚟工作人員，有啲係人哋開嗰陣時間就會打嘴鼓嘛，打嘴鼓人哋可能就會開玩笑，佢就會因為做單槍係一散什麼呀，佢就會講有啲玩笑話，就會有啲黃色嘅，或者身體大紅嘅，我就講有啲唔好。你啱啱我講一下，我媽媽偷擺做時間，即係做些時間，幾時要督到你一種腳啦、手來腳來嘅，因為。上下其手，真嘅要嘅。因為佢挑擺係咪係圖攤嘅，佢要男小子啊。因為佢媽媽會講，你嗱係家傳下標籤哦，你想做東將，啱啱媽媽會做緊旗袍。哎呦，旗袍，興趣幾挺動。應該媽媽正經興趣都好，因為重點啦，天袍你不敢。你有媽媽天袍做啊？應該旗袍不是一點點的哦，開到這裡的。應該咪基本呢種，冇啊，快到兩片咧，繼續。快到師傅，師傅上廁所超方便。你一直畫錯重點。該是哦，因為恰當會倒叉嘛，後邊佢行到後邊先，你就對佢寫啦。幾時會少咗腳啦？跟住跳緊後邊，佢見咗。做乜嘢？唔是講啱嗎？我媽媽給錢才可以呢。你那把音叫出點。我媽媽動強，我媽動靜，佢講佢啲位要做個安全褲，佢其實咪當然講嘅，呢個裙係我幫佢裙啊，係安用共效嘅方式轉貼，係啊。咁啊，嗰陣時佢冇反應講，做唔得按用。因為嗰時係民國72年嘅事情，唔啲咪該按到平等啦。對誰冇按準床啦？唔過兩下是冇按用嘅事情。時態冇強用咧。其實時態冇強用啦，就會講家就像阿自己講到係一些語言上的性騷擾。其實根據人哋調查，有61.5%嘅什麼人家，不管係誰人家，什麼人家都有受到那種語言上嘅性騷擾。還有個像家下可能嘅發生係因為頭擺冇個性騷擾嘅諷刺法。你觀眾朋友咪做得想下，當人嘅成敗行業喺職場上有度過那條芯片冇平等嘅事情，韓國有度過嘛個係芯片刻板印象咧，都得嚟係嘛個，等下再嚟繼續嚟討論了。尤其啊，喺細嚟同學啲上課嘅時節都冇事情哦。唔過細課嘅同學啊，啲上課嘅時節，他就會把它默默的當掉。為乜解你讀都我都冇讀過？可能年推冇強用。可能我下電影。我可能年推冇強用。你學搞做乜嘅對 Q 水冇嘅事情啊？小相同。一門講兩個用乜用咯？因為大推差冇強用啊。幾時會講？體埋落去咩？唔會用咩？都冇強用啊！我以為係那個太高啊，哎呀！幾輕一下差。
觀眾朋友到咗嚟後上台上我嘅節目現場，加要講到青島嘅工作上嘅事情，因為讀到青島嘅芯片無平等嘅事情，尤其實喺菜場當中有一個人就經歷過呢個事情，就係寬態度嘅細妹人家，尤其到職場上會讀到青島嘅芯片無平等嘅事情，嘅細妹做嘅即刻出聲呀！只有我有兩個經驗，是係我記得我嗰陣時做嘢做了，和做嘢做了之後轉去上班嘛。轉去上班，我記得嗰陣時個頭家，幾時讓我講，你做啲老實人的土地來上班，我是記得，我是記得當好哦，我是土人雙胞去上班，可惜問題是來咧，你土地去上班，你根本是冇辦法做事啊。哦，勁高啊！係啊，我是記得。係頭家愛愛知難而退吧。韓國嗰種是係啊，冇嗰種是冇從兩下生意做頭路嘅地方，兩下要乜嘅做頭哺乳室，係哺乳室，可是頭擺冇啊，係啊。辦公桌有考慮嗎？你用安用？你都幾快呢？係啊，係啊，有種嗰種是維持到大家本應要壓力動態。係啊，是知道，因為安英根本是冇辦法做事啊。無形的壓力，大家冇停書咩？用班提書，大家咩好難啊！唔係填難，因為聽書嘅話，記得咩唔好留頭家教胎。係啊，大家要大家嘅寫做。冇錯，其實到呢下誒時態制度，呢法律當中有青島嘅規定，像係最少公部門制度一定會有嚟到補助呢個機構，佢假使冇呢個大家做嘅照顧呢個機構，一定會啲每一個地方設計很多幼兒園啊，呢度好像是托育所呢度地方，呢度政府地位，喺度學校太顯嘅學校地位，要細嘅本員工人，佢即個叫嘅生意有一個好土嘅地方，因為太家人向下來土力嘅生意。不過咧下問題即係講個憲法動作，大家集中同台灣係就從南強五嘅時代嘅社會嘅會見到要度過一樣事情。從呢部會見姐頭下都到安樣嘅事情，我呢部卡其實我從細到大是係到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我已經長大，因為我是你從當親時係，我呢世界時節啦，從爸爸媽媽、我阿婆啊，幾多都會向我講，啊用老太哦，你要用機哦，乜個未用機，全唔用機，我是知道，當奇怪，用唔會向我用愛老妹，哦，係啊，老妹都唔使講咧，冇人用機，係啊，所以漢堡後時係從做不卡嘅事情，咪係差唔多都係愛老妹妹做。弟弟都唔是做，4萬啊，都係4萬種。佢有其實看電視，係看電視，看電視哦。係啊，漢堡喺後台嘅時節啦，我爸爸是攞照顧阿公攞阿媽嘅責任分配給我跟妹妹，和弟弟妹唔是，係啊。阿你動態呢？真嘅啊！好中唔得。真嘅阿妹愛可唔可以知道？因為明明窮困係成因啊，收心收背都係有冇公平嘅感覺。冇公平。真嘅，佢呢間都成班也係唔要度過呢個乜嘅芯片無平等，因為從南強五嘅情況。因為其實喺啲學校嘅時節啦，啲練功啊，現在聽說會練到較開掉嘅嘛。唔過學校啊有上嘅學科跟術科，嘅學科嘅欣賞吼係細妹嘅欣賞較多，嘅細妹嘅欣賞就貼喺好嘅細奶同學，係同學，比方講啊，細奶嘅學佢練功啊較開嘛，佢上嘅學科嘅時節就會上去水墨，嘅細妹嘅欣賞吼就會講，哎呀，嘅細奶嘅吼愛甩出本幾歲啊冇相關。唔過細妹嘅人嗬，愛水墨嘅時間嗬，細妹先生就會講，你啷個紅蟲水墨嘅水，佢細奶練功嘅時間較強要動強冇啊，佢話用功哦。但係你想講乜嘅？按用功。喺馬上嘅，喺馬上。係某一位老師啦，係某一位先生啦，因為啲其實有一啲太好事情嗬，因為先生，而係細奶嘅，佢係同志，佢都同好細奶嘅同學。尤其啊，喺細奶同學啲水墨嘅時節都冇事情哦。唔過細妹嘅同學啊，啲水墨嘅時節，他就會把它默默地當掉。古時候我就知道，這就係欣賞冇平等嘅一些事情。為乜解你讀都我都冇讀過？可能N年推冇強用。可能他電影。可能N年推冇強用。你學搞做乜嘅對 Q 嘅水墨嘅事情啊？欣賞同學。我遲到
后冲法看点胸抓不住抓错重点，因为上不球冲点的，那个甩摸慢一会甩摸。他追求对啦，大家可以一起睡觉，走对吗？东西会睡的吗？都想帅啊！睡梦就會本年嘛。冲掉真嘅可以睡夢誒，為乜嘅？我唔係因為睡馬上早點睡所以接受睡夢嘅時間就會本醒上按用媽啊，誰來都冇事情，誰來就有事情。我都冇做過，我都睡啊。年胎冇強。莫講講衰冇聲起來。好嘞，這樣嘞，分享莫講衰嘞，莫講你家還有大家分享到，就係嘛個主管啊，也係唔嘅送會長，因為自家偏好，也係個有那麼個芯片嘅刻板印象，對古手機下偏好誰來，古手機對誰唔下好。嘅唐講誒一開始好先要講講，因為透露嘅環境啊，係因度過天道係從強南。嘿。頭先大家談到是社會本欺負嘅嗬，你一下啱係講嘅係社內本欺負嘅事情。我讀書嘅時節咯，我讀嘅學校，該社內嘅學校，社會嘅學校，唐有東方兒嗬，係啊。變態，唔係變態，係東該當輕課啊。該寬見東河東票。你都唔試過呢？你掂唔掂好冇？是彩兒。你係自己嘅變態哦。你係咩？冇講出來咩啦？該是哦，大家是想講哦，社會東好啊，想唔錯咧。大概事情是喺我哋成日去做，我哋啱衝嘅啊，做埋事情啊，擦玻璃啊，嘛嘅，全部喺我哋啊講埋社會啱唔通啊，社會做唔得啊，社會錯人時候啊，啊結果哦，想講畢業咧，出社會咧，呢件事情是唔會拄到咧，結果我哋土堂嘅時間很係強弱，是讓聽聲你講嘅。該主持嘅該事情要強用，挑擺土堂嘅新聞係什麼啊？結果嗰啲戲嘅時節，該個老婆哦，看到嗰啲係誰啦？嗰種是面色是都唔好，看唔慣啊！應該是有藍茶，該有藍茶太高，係啊，佢都未係哦。喺門講兩個用乜用咯？因為大台差冇強用啊，幾時會講？提擺落去咩？唔會用咩？都冇強用。誒，個東啊！我以為係那個啊，太高哎呀！佢輕下差，啊叫我嚟成日都英文哦，跟住講哦英文啦，你喺度教你啊，冇不讓你聽少用啦，咁哦全京東歐巴。大家今日講係就接廠行都到呢個芯片冇平定嘅事情嘅情況，咁我哋下一個問題即係講，大家會講啊，呢啲芯片講，那誰來一定係做乜嘅？你係做醫生，你係做律師，係什麼應該？你做護士，你做線上，啊，因為大家才會符合你這個性別期待嘛。那啲芯片嘅刻板嘅印象知道，誰人好陽剛，誰人好溫柔，安樣顯到，睇這個憲法地圖就安樣顯的性別刻板嘅印象嘅情況麼？假如大家都會想，社會一定會曉得做事，還會做到當好事。三夫兩口，咪當好事啊，咪做到當好事啊。三夫兩口我曉得補，還會地步卡帶4年冇出去是頭路哦。係真嘅，就像你頭版講嘛，嘅你客家婦人家有嘛嘅四條絲米、整條鮮米啦、左條黃米啦，嘛嘅田條鐵米、假條高米，就真嘅呢，就像個老師推人就會知道，什麼人感覺多我靠愛顧家，出去就會做些，嘛嘅做會曉，全部做唔定。我做係做。給理解你就知道那種嘅芯片嘅刻板嘅印象有很多發生嘛。像而家講嘅做菜嘛，嗬，大伯啊，同到嘅朋友啊，你客家人哦，會做嘅客家菜肉冇？嗌唔會，奇怪，做乜會做客家菜肉？做到奇怪嘅地方。韓國啊，有同到像啲斯坦人啊，就會想講啊，什麼人唔是做事啦，啊家嘅好人家就好嘅啊，唔是做按多按辛苦啦。嗰種人想講一下買年代咧，還有按用嘅想法。來自己承認一下，有沒有偷偷想？我不想回應。會唔會炒客家菜肉嘅會見啊？做緊芯片嘅時節，會有安樣冇平等嘅情況。有人啊要偷偷想。係唔係？係啊，斯坦人係唔係啊？當喺呢個張年頭嘅時候，其實我特別重要芯片嘅時節係廚房的值日生。哦，而且永遠不會換。你這10大建設是不是？冇啊，有講，他係講剛用看到來嘅都該寫完啊，你只會聽到一隻聲音跑出來講阿慧清嘞。天哪！
是不爱用音啊，和该用心应该是每天的厨房值是。你怎你用袂老几讲啊？我动就签啊，做啲强音来洗碗啊。俺没中白卡，俺冇动。我眼生因为各位空面前，哎呦，空气了。冇啊，反正是用音他说阿辉先生，你就看矮低下 V。来，是掉咧。你要告白呢？等一下啊，那个教用不按使用该系冇？嘅好先咧，係問你，呢度咧生活地圖，咁要都講嗰個芯片刻板嘅現象。我有聽過，我係將社媒嘅朋友講過，佢講乜嘅？老誰來出去吃飯，該拿錢誰來嘅事情，哪有可能哦？係啊，該談落兩句發生，應該是講你講嘢乜嘅東西？唔係捱啦，你係安想冇？冇，有冇？我全部都 AA。係安嗎？冇這麼聽咧。幾道節目當然就聽阿勇講啦。正經冇，正經冇，正經 AA 啊！動到什麼？眼朋友。動到什麼？還有時間冇？我做啲分享嘅故事嘛。因為哦，我動統二機嘅想法哦，我就是個 FB 好朋友，我老幾冇嘛熟識哦，佢係從美國來嘅朋友，佢轉來台灣，佢講要買機會做啲那個見面，問我主持嘅事情，你老網友見面，頭髮可以啊，什麼動頭等下佢講出，用解釋。結果咧見面嘅時節咯，兩三號到串趟見面啊，我想講先去點串啊，我是想講行應該還好冇錢啊，所以應該是點兩水啊，結果咧佢點東點西哦，全部哦那個菜單上就買來佢全部點貼的，嘿，然後我就想講佢點翻嚟，還沒有先去結賬。我就這樣拿出來個錢包，到佢面前啊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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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發嘅事情，叫佢冇反應哦。我嘅意思讓晃。你冇反應啊？然後我付完錢之後咧，轉到我個座位等之後咧，開始打嘴鼓咧，佢完全冇提醒我講，佢冇還冇付錢哦。打嘴鼓之後咧，冇咧，我是講拜拜咧，轉到冇下咧，莫名其妙是付兩串錢咧。我啲嘅。有可能佢哋美國世界錢是死體咧。冇啦，冇，因為佢神通係喺美金，嗰個電機本貼咧好張本啊。美金沒做的，我做的要去換匯率，換匯率，還有好嘅匯率。是匯率唔好。哦。不然體量你除非等那個匯率好，要趕快回。哎呦，吃飯這麼累。好，呢觀眾朋友們做啲上下同一係生活，一係接窗廊，一係屋卡度，一種嘅芯片冇平等嘅情況，到底乜嘅事情會發生？韓國你咁要談過乜嘅印度 LGBTQ 咧，一到底係乜嘅意思？等下再嚟繼續嚟討論咗。你雪辣麼？我雪辣。雪辣哦。係。咁講啱冇好雪辣啦。係啊。幾好雪辣，啱好雪辣。啱可能用到你啊。係啊，就是鴛鴦鍋。兩嚟衝擊。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加入滿到大家嘛嘅芯片冇平等嘅從男強啊，從唔強男嘅事情，我哋下轉到現場嚟通下嚟討論下嘅 LGBT 嘅問題嗬。嘛嘅喺 LGBT 咧，比如講你唱嘅不強，你嘅尹富先生老大家聽下，你睇下唔同性戀 L 係嘛嘅？哦，the L stands for lesbian。For the right side, you can see the G, and this G stands for gay. 你都在體諒下你嘅私募嘅欣賞嘛 ？Stands for it means 代表。Okay. For the B, it means bisexual. If you see the B-I starts from the words, you can see that's from the two parts. 代表它雙向的意思。But for the T means transgender. Transgender 有點像變化，就是會 trans 開頭的 transfer 變化的意思。然後最尾還有一個 Q，就係你接上會講到酷兒啊、queer 呢個意思啊。不過大家講呢 LGBT 較常去接觸到種嘅唔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不過跨性別嘅人都喺你生活當中較少去接觸到。不過你有一個較有名嘅跨性別嘅人，就係你唐鳳嘅政府委員，就係唐鳳嘅跨性別嘅人。我哋下陣問大家講，人嘅身邊有兩種嘅跨性別嘅朋友冇介意？
我哋美國讀太好，係教設計嘅好教，面試懂得跨性別嘅人。頭一擺看到大家剛剛會知道 T 片，不過打追 Google 後，才發現佢老大家都強用。不過嗰個會。其他附加人都唔知佢係跨性別嘅人，佢條做唔得講出來，然後都讀太好，去到部讀書嘅，就開始打扮，開始做設計。嗰種可能佢係身份認同係跨性別，嗰種佢設計像喺唐風，佢喺身份證上面都改成女性的話，那就是代表說他可能有做一些變性的手術。那嗰種可能人嘅朋友係身份上的設計自我認同係跨性別嘅人，嘅你講人身邊有按呢個跨性別嘅朋友冇？有按樣嘅朋友，唔講啊，其實我一看係。每次都也有跨性別嘅朋友吼，佢就打扮啊，都打扮到非常嘅正，係比 any 細妹行較正哦。嗰時候大擺看到也有嘅朋友啊，都會知道誒設計面要檢討一下。真嘅，哎呀，因為佢哋都懂用心啲打扮，皮膚咩清，懂用心啲保養啊。誒，曾經當都係跨性別嘅朋友，記得曾經比 any。特生意，唔係講什麼問題呢？特生意都很會好，很會打扮，係咪？真正都會化妝嘅，佢化妝哦，梗係目睭眼睇啊！我就都講吼，就個朋友，佢係跨性別。都係馬莎。咩？朋友，我先要讀緊面書，但看佢係相片啦，所以我想講，哎呦，佢看起來係蛇啦，咁個佢係衫褲係蛇模一個衫褲哦。但一開始上講，喊有都有做唔得接受哦。會嘛㗎？因為佢硬是咁講吼，佢看起來係蛇嚟，佢做嘛嘅冇半佢嘅外形看起來很好像蛇模啊。譬如講佢係鼻孔哦。屁股，鷹鈎鼻呢？鷹鈎鼻咪都唔知啊，鷹鈎鼻用乜咯？鷹鈎鼻當然形象當中係蛇嚟一個專利呢。哪有啊？如果下鷹鈎鼻就會蛇來嘅專利，鷹鈎鼻蛇冇去做唔得。後來我就讀書咧，後來我讀教育系嘅時節，我徹底被轉過來。有啊。然後係我嘅唔錯，所以我哋一下對所有嘅跨性別者，還有所有鷹鈎鼻嘅蛇類講排泄。重點係鷹鈎鼻係冇？接上免錯重點嘅嘢呢？係咪？嘅，會見到人家身邊有那種跨性別嘅朋友嗎？有跨性別嘅朋友，和記得最近未結婚咧，和過了當好當幸福，和我有愛人嘅朋友啊，其實我看伊開始對我有愛人嘅朋友，記得是冇太太嘅反應，記得是到阿唔怕嘛，反正是朋友聽，和保向我係支持講跨性別安樣嘅事情，我看因是知道做唔得咯，因為記得知道我係媽媽，做唔得大快雙保，記得知道安樣嘅想法唔錯，所以我做唔得去支持啊，係啊。我每次都也係咩嘢同好嘅教育嘅。係啊，我咪知道啊，因為我為了雙保討論安樣嘅事情。因為記得可能人生故事就喺本嚟來學習。係啊，前幾年喺長安家下有講到，跨性別其實佢對於佢哋來講，個性別還有性傾向都不是重要，其實可能就會加上剛有分享嘅朋友，可能係他自己身份認同，他是跨性別。不過一下子嘅問題即係講，假使一個性別嘅觀念，有啲人有啲朋友啊，還有我看見，讓人家對那個性別觀念不同步的時候，冇強用，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世界用改善。其實那些朋友嘅發就真嘅係道不同不相為謀，因為那些。我嘅朋友佢應該會支持我嘅想法，因為物以類聚嘛。咁那係其真嘅人我嘅想法冇強嘅時間，我感覺人哋做啲互相討論一下，互相了解，為嘛嘅你係按樣想，為嘛嘅我係按樣想。咁那係人哋做啲達成一個共識，一個平衡法，我感覺做得。唔過那係人哋嘅價值觀啊，還有青島嘅想法係完全冇強，我感覺就超難做朋友咧。中午看入下就那係記得真嘅人我嘅認同嘅係冇強嘅，就盡量唔好講到就好咧，因為冇辦法道不同不相為謀。係冇錯，好先。我嘅想法老自己強用，我是話用嗰種我中意嘅東西冇老朋友冇強用。另一種講法來講，譬如我啱啱講嘅，你雪辣麼？我雪辣。雪辣哦，係。咁講我冇好雪辣啦，係啊，幾好雪辣，我冇好雪辣。
安尼可能用到你啊，系啊，就是鸳鸯锅啊。两来冲家。你安尼讲咪系错，我的意思係講，其實人家好像咁講，安尼兩餐是做唔得做朋友咩？還是人家是冇落去做朋友咩？唔係講安用因為安尼重嘢東西冇強，我是冇落去做朋友，但是講我想講兩張因唔好，兩想法係唔強用嘅，因為我是咁講啊，我哋係冇權利做啲家庭朋友重要物嘅，大家是平等嘅，不是就是鸳鸯锅。係鸳鸯鍋，做朋友是做安用。Hello，你嘅是細科嘅小一碟睇咯。都是搖嚟，都是搖嚟，嘅白強度就細時即有拄過呢種嘅情況麼？有哦，我做啲分享一個細故事哦，可能會激怒到幼掉嘅觀眾朋友。沒關係，你已經激怒很多了嘛。不差激怒這一切人。好，因為我挑遷對基督教有掉負面嘅影響。因為有一擺我轉去我細時這個案情辦請挑遷嘅線上咧打嘴鼓啊，因為你下現在啊面書曾經當奉騙啊，當便宜啊，做啲看到大家挑遷冇看到嘅權窮啊，所以就發生乜嘅事情啊。所以幾時老人講有一個同學佢眼聰明做啲考到北一女，喺度台大做乜嘅會上午開到喜歡蛇妹咧？你是唔是懂奇怪？我是想講我老幾講，因為我已經讀教育系了，所以我是老幾講佢人間咧對佢自家喜歡嘅事情有乜嘅唔錯嘛？佢冇讓向到你啊，講到最尾你會發現到兩條人缺乏的是多多溝通，多多嘅刺激，因為佢嘅觀念冇改變啊。其實觀念改變以後，你會發現到你本來是有個權利，那你本來嘅生活嘅方式完全冇改變。錯。其實咧係當到人都需要面對嘅考場啦，因為一個時代見到見進步，你會發現到呢個世界可能唔單講生理性別上就已經不只是二元了，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慢慢的天天來接住信息台嘅方向咧？觀眾朋友可能咪想下，到呢個信息台有更多嘅東西需要呢個進步，需要呢大家慢慢嚟向向啫。下一堂節目你轉到現場嘅時節，讓大家討論下到呢個時台，到呢個社會地度咁正經又平等嘅，先聊一下了。因為其實那些真正有性別平等，你就唔是討論呢件事情嘛，係冇？真正經係。唔聽講來，你一定會有你嘅刻板嘅印象，有刻板印象就冇可能性別平等，呢係就是一個連貫性。雞生蛋，蛋生雞啦。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嘛個線來啦，邏輯嘅問題。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今晚到大家是喺身邊有兩種跨性別嘅朋友嘛。其實你之後就從古到今有乜嘅跨性別就實在非常正常。不過其實雖然講今喺你人生當中嘅多數，最少你咪喺你嘅朋友你對佢要尊重嘛。不過你下新聞大家講，既然你講到呢個社會係性別平等嘅社會，你用辦法來支持佢。當然我吃講講你有支持嗎？假使你真講我冇支持。看是不是假議題嘛？重點係講，性別平等，用辦來支持，你支持到乜嘅程度，你可以用乜嘅心態來支持嚟加以。我支持性別平等，唔管工作也係其他比數，性別係平等嘅，冇乜啥卡樣邊嘅素材，故所做唔得持家人體，乜嘅性別做到較好，乜嘅性別做到較唔好。冇錯，你唔係講到做跳路嘅時節，誰來人，然後誰冇人做強弱嘅跳路，結果誰冇人同工不同酬，你誰冇人做那好少嘅薪水，冇按個事情嗬，好先用翻嚟支持呢種性別平等嘅事情。其實老家己講嘅強，我咪按用認為啊，電影導演啦嚇，我講選片全部係蛇妹啊，我自細世界是家婆啊，冇成個阿姐啊照顧到睇，我看到哦，見到蛇妹是未做動作蛇來嘅事情啊，你媽媽未做啲傳動作嘅錢啊，冇咪嘅按到蛇妹做一做。蛇來都做唔得，冇蛇來都做得做，蛇妹都做唔得。而家係咁講，呢啲下嘅社會哦，係
冇特别按严重的啦。不过我会感觉有一点事情最重要，相辅相成。相辅相成，係大家你頭先講到呢個動重量，冇乜事情係誰來做得到，誰冇人做唔到。有一件事情誰冇做得到，誰來做唔到，叫來啦，叫成人啦，好啦，掂唔掂？好，阿自己來講。外面支持後生嘅想法，因為我講個主要就係講愛尊重配啥人，因為像呢隻世界當中大啥人都冇強用啊，某一天大啥一定愛上來用版型，像可能佢嘅芯片啦，你印象中冇乜強用，唔特別愛用就唔慎重係唔對嘅。其實芯片平台咩總唔得講，我愛真嘅按個愛支持還是唔支持，最重要就係同理心嘅感覺。再過來講，大啥人都有自己嘅自由去追求自己想去做嘅事情，去有自己嘅自由。講嚟上去上來用埋做到用埋型，嗰時候大家做嘅自由做起來，係咪都美好啊？就是其實地方還有一個重點，就自由就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為自由。就是愛做呢件事情。俺讓向到是個愛是聽，俺冇讓向到，俺冇老父親講，你今天開始給我穿男裝。係啊。哎呦，俺呢就會讓向到配上你的自由，亞洲沒自由，就不是說，因為我喜歡看穿褲裝的女生，所以所有的女生都給我穿褲裝，那是做唔得啦。哈，不過你客轉到台灣來講，大家又知道講，台灣那個社會雖然講到亞洲係第一名嘅性別平等嘅社會，然後到世界上第9名，又好像很前面，真正又平等冇回去。我知道，因為台灣社會啊，有到可能好年紀好大嘅時代人，對安用應該觀念還係唔係講完全做得接受。可是我知道咧，其實唔係講幾多唔錯啦，因為我知道，因為台灣就東方嘛，東方國家，和我是知道，因為台灣本身是受傳統觀念影響到深，所以我知道我改變還係有一啲啲時間本記得，係。就像講，你學嘅新嘅技術嘅時間係咪時間去適應嘛？但係對記者來講係一種新嘅觀念，佢當然需要時間慢慢的去接受。可能有人可能一聲音唔會接受嘅，那就算了，嘅冇爭，你冇去影響到，佢咪冇去影響到我嘛，係唔係咁樣嘅問題？係啊，其實我知道對頭擺都也下看到台灣嘅改進啊，比方講平等嘅改進，對呀同性戀啊，還雙性戀嘅目光哦，我知道較無強用嘅啦，係較平等嘅。像比方講啲條路很好咧，細妹係咪做嚟做查總啊？細妹係咪做嚟做呀警察啊？嘅細奶係咪做嚟做呀化妝師啊、護理師啊？咁所以我知道條路單個其實出去做嚟看得到台灣嘅進步咧，較平等條嘅咧。唔過我講個冇可能完全平等，係啦，因為其實那係。真嘅有芯片平等，你就唔是討論呢件事情嘛，係冇？真嘅，你係唔猜講來，你一定會有你嘅刻板嘅印象，有刻板印象就冇可能芯片平等，你係就是一個連貫性。雞生蛋，蛋生雞啦。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嘛個線路啦，邏輯嘅問題。嗰陣我剛剛其實主要係講，你嘅台灣有做嘅進步，像之前啊，我有朋友就來到台灣，佢就講係外國嘅朋友就佢就問我講，我啱冇得出呀，會唔會當危險本人打？因為佢係跨性別嘅人，佢就非常講講，我啱冇得愛用做得出去買東西時候，我就想，會唔會叫愛用嘅問題哦？我這樣子講，原來做嘅外國可能有啲國家其實。冇非常嘅接受，可能佢哋處於係本人打嘅、本人歧視嘅。嗰時候其實你嘅台灣應該講進步程度咧。你下嚟問大家一個問題，你係經過聯合國嚟調查講吼，大家啲假設咧寫嘅吼，每一隻國家都達到咧性別平等，大家啲愛幾年？10年吧，100lang年，100lang年，100lang年。20年，用嘢冇可能。用鹽冇可能，冇可能。經過聯合國嘅調查，佢發現個假設到近期吼，政治上是比較容易達到的，還有99.5年。100年咧，假使嘅憲法行韓國直創行韓國200lang年，超過200年，這樣真正達得到真正的平等，就是我們不會在意說，你係誰冇人做嘅誰，你係誰人做嘅誰。有時人都唔係人咧，都係愛食人。係啊，200lang年都冇人啊，都係機器人啊，都啊。機器人冇性別。
AI 智慧。有时候来讲咧，性别平等那件事情，真紧係需要大家進來神忙吼，進來去做咧事情。那首先來一下問你來講，你知道那個性別平等那個事情，對你來講樣板很支持。其實我平常去做些事情，我是為了跟他講，我哋上地台灣是一件當幸福嘅事情。台灣已經係一個當民主嘅國家咧。我哋對當多嘅族群啊，當包容。比如講，我哋嘅客家人沒有學農人，沒有原住民，啊，到底下譬如到來嫁過來嘅新住民，係到底下我哋群人。講到俩所謂的就是說跨性別者，對啊，兩種應該你未講到當尊重，雖然講唔係講達三件事做得做到兩種事情，不過啊，我哋做得為自家做起，我哋做唔得影響到全部人，我哋做得影響到我哋性別，一撒傳一撒，係一步來，我係咁講，那就可以縮短243年。世界上翻叫話見來見好，我係已經想嘅啦，但係我哋一步做，台灣一定會下好，聊到下屆咪會下好。都像競選人，競選人員呢？下班我先攞錢咧，將投票打本好心，打本散好心，全部大家，利好心，放學。好咧，你咪見寫嘅場合嘛，所以本白腔來小解下，你家先關注嘅想法，好冇？好，因為你一下大部分嘅人唔係 LGBT， 所以當小幼人做啲上到同理心啊、尊重啊呢個觀念，我大家做啲上看假使你一下嘅需求係顛倒咧LGBT 係大部分嘅人，你會受到乜嘅？你想會受到尊重嗎？假使你想會受到尊重，因小部分嘅人嘅時間，你一下你所尊重，你一下嘅小部分嘅人顛倒過來，即係同理心嘅部分。係冇錯，其實大家見面講到動送嘢，就係一個詞，就兩個詞，尊重。尊重係一個詞啊，就係來尊重，唔係講你就講你係老人冇強人啊，就知道幾多奇怪，唔係講你尊重佢就會講，老會變做強樣，兩個事情會變做太重，冇可能事情嘛，就像是我們去尊重身障生一樣，我們是給他什麼同理心啊？那我們去尊重咧冇強樣嘅性別嘅人，冇強樣跨性別嘅人，冇強樣嘅心理嘅性傾向嘅人，係乜嘅？就係同理心呢件事情。你觀眾朋友咪做得想下，男女之間本來對生理方就有冇強樣，古所嘅發展方面有其他嘅限制，唔過到心理方嘅發展，咁正經做得做你嘅片段，細男人、細妹人，甚至係 LGBT 了到嘅族群，記得嘅標準咧，大家做得想下咯。記得下禮拜香港嘅時間，繼續來收看你嘅香港太上宮，要發太假通。張來了，拜拜。好心，全部大家。2號白票，3號高低兄弟，繼續也好。3號中國，中國你。